讲等，我真做会食。拜托一下。真正。但我小条袂使甲你讲啦。拜托讲讲啦。啦，你若要讲，该看电视啦。有什么遗憾？请问，咱会用坡坡塔塔来形容倒一款人？巴结，人讲这人叫婆啦，爱婆迄啦，爱婆迄，啊，护士安尼嘛，查甫啊查某，拢会使，拢会讲两年啦，拢会使啦，拢会使。我相信我的队友是爱巴结的人，爱巴结的人。因为拢嘛是听人台语讲，我这爱讲婆。哦，所以确定，婆卡称婆。咱来看一下，爱巴结的人对唔对？容易有咱得到4000块咯。来，咱看你讲法对唔对？老师，麻烦你甲阮解释一下，谢谢。这个婆婆塔塔吼，敢若讲有的人吼，坐看就讲爱当署长来就讲啊，等下，紧一摆坐哦。啊，若凊彩穿的人吼，就讲啊，你等下在边仔等啦吼。啊，迄个这婆婆塔塔是坡塔吼，咱强调的意思。啊，毋过若是敢若坡塔哦，伊就有两种意思。一种就是咱拄则讲咁歹马屁嘛吼。啊，一种比如讲，这个人拄来恁公司食头路尔，啊，你就加安那坡塔一下。这时阵这坡塔是牵绳的意思，所以咱爱看讲伊是用伫啥物所在。啊，咱今仔这条题目是坡坡塔塔，就是迄个爱巴结人的意思。